好，跟住落嚟介紹咧就係呢個歐白紙巾精油啦。歐白紙巾精油又名咧叫做當歸根，係啦。咁其實佢有啲似中醫中藥嘅當歸嘅，係同一個點講咧？同一個父系啦咁樣。咁佢入邊嘅佢個品種有少少唔同嘅啫。咁啊，功效有啲近似嘅，但係味道咧就唔係太相似，有少少似啦，但係唔太相似嘅。咁佢比較結身啲嘅精油嚟嘅，都係用根部啦，嗰個植物嘅根部提煉出嚟嘅。咁當歸根咧，對於心理上咧有啲咩好處咧？就係舒緩壓力啦，可以消除一個疲勞啦。或者你好似攰到有啲虛脫嘅感覺咧，佢都可以做到一個舒緩嘅，係為情緒會帶嚟一啲比較積極啲嘅情緒嘅。好，另外咧就係佢對於身體上嘅好處咧，就係好啲，有啲似當歸啦。佢咧可以咧滋補身體啦，改善呢個血液循環啦。咁咧亦都有一個暖身一排毒嘅作用嘅喎。而且咧，佢對消化系統亦都係一樣，佢可以咧消除脹氣啦，或者一啲反胃唔舒服嗰啲咧，佢都可以幫到舒緩嘅。另外咧，對呢個泌尿系統係有好處嘅，又係咧可以改善個泌尿系統啦。而佢唔係同其他去水嘅精油咁樣嘅，佢係強化翻嗰個泌尿系統，令到佢嗰個泌尿啊排尿嘅健康翻嘅，係啦，即係唔會話佢都唔暢順啦咁樣，佢就係改善呢樣嘢嘅。另外咧，佢可以幫助咧調節翻個尿酸啦，或者同埋舒緩風濕、痛風嘅呢啲咁嘅問題嘅。咁啊，譬如調整尿酸就係有可能係有啲痛風嘅問題啦。咁當然啦，呢個就食藥啦，食藥調整啦，睇醫生啦，多啲注意飲食啦。之外咧，就可以試下用歐白紙巾做一個外部嘅護理啦，調整一啲關節啊，即係調製一支按摩油去搽下啲關節位啊，或者一啲痛風位置啊，例如手指啊、膝頭啊、腳趾位置，咁可以做一啲協助嘅舒緩作用啦。另外咧，佢可以咧處理偏頭痛啦，同埋頭痛嘅，亦都可以，所以可以做一支 roll on 咧，又係按呢個太陽穴啊、耳膜呢啲位置、耳仔邊呢啲位置去處理個頭痛啦。另外咧，佢可以調整經期啦，亦都可以咧減少經痛嘅。咁所以喺女性上咧，歐白紙巾有啲似咧當歸就係咁解啦。因為咧好多時中醫就話女士咧就用咗當歸補身嘅，咁佢嘅功效咧都係對女士咧係好有幫助。另外皮膚啦，佢可以改善皮膚嘅微循環啦，令到個皮膚咧會保持彈性啦，同埋個顏色會比較好啲啦，亮麗膚色啦。另外有抗炎抗菌嘅作用啦，咁佢可以改善一啲皮膚嘅問題啦。跟住咧就係佢可以抗呢個微菌啦。咁所以咧，譬如一啲皮線上嘅問題啦，例如香港腳啊、汗癬啊，或者其他關於真菌影響嘅皮膚問題咧，佢都可以處理嘅。咁歐白紙巾有啲咩好嘅配方去介紹俾大家咧？咁啊，歐白紙巾3滴，葡萄柚白色或者紅色都得嘅，近似嘅兩隻都就3滴啦。咁啊，加少少牛油，加少少牛奶啦，或者清酒啦，係幫助呢個水油融合嘅啫。咁就攞嚟浸浴，可以改善呢個血液循環之餘咧，就係幫助排水排毒去水腫嘅。咁因為歐白紙巾就係啦，佢對呢個泌尿系統係有幫助啦。而呢個葡萄精油咧，佢係會幫助排水同埋舒緩肌肉嘅緊張嘅。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幾好嘅浸浴嘅配方啦。咁如果你話我冇咁多地，我屋企得淋浴嘅啫，冇得浸浴嘅，咁樣可以嚟浸腳啦。
或者係將呢個配方加10至20 ml 嘅基底油做一個按摩都可以嘅。咁另一配方咧就係按摩油啦，歐白芷根5滴，澳洲尤加利3滴，西洋芪3滴，咁咧就可以按摩仲有基底油20 ml，咁就按摩咧胸部啦、背部啦、喉嚨啦，可以舒緩呢個呼吸道嘅不適啦，舒緩呢個嘅鼻涕啦、喉嚨不適、傷風感冒呢啲咁嘅病徵嘅，即係舒緩呢啲病徵。咁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嚟嘅。咁會有啲咩嘅禁忌啦？咁咧歐白芷根咧就唔建議過分使用嘅。咁就係又係唔可以作為日常保健嘅，即係你可能用幾日就要停噶啦，用7日就要停噶啦啊！因為咧佢過度使用咧會影響個交感神經啦，會令到你咧影響你失眠，影響你睡眠質素嘅，即係佢會可能太提振精神過量啊，會過量咁樣，咁就唔建議成日用嘅，係啦。咁另外啦，就係歐白芷根咧有機會有光敏嘅作用嘅，佢有用完之後咧就盡量唔好喺太陽底下暴曬，即係用完之後3小時內啦最少嚇。所以有陣時，如果譬如你用喺皮膚上嘅配方咧，尤其是面部咧，建議就晚上用啦，做晚間嘅配方。另外啦，細路仔啦，同埋孕婦咧都不能使用嘅，不能，因為佢有機會係影響咗嗰個子宮嗰個佢會影響到子宮啦，即係可能你懷孕嘅時候就唔用得啦，係啦。又一樣啦，如果你用皮膚上咧，使用前要稀釋啦，建議外用啦。咁同埋咧，有啲都係一樣啦，做一啲皮膚嘅測試啦，係呢啲啦，同埋以後啦，做一啲皮膚測試啦，同埋盡量唔好接觸到隻眼啦，同埋咧，我哋都唔可以盡量避免俾小朋友掂到，係啦，一樣嘅啫，呢啲。咁歐白芷根嘅價錢咧就係288蚊10 ml， 咁30 ml 就係698蚊30 ml， 都係一樣啦。買3支，同以前門市一樣，買3支就係有85折嘅。咁如果你係我哋嘅即係商業嗰個會員啦，即係佢哋係可能係瑜伽師啊、芳療師、芳療學生啊，或者係運動嘅教練啊、按摩師啊，或者手作仔嘅製作師啊，咁呢啲特別登記咗嘅都會有優惠嘅。咁以往已經喺門市度登記嘅話咧，更加有一樣照享有優惠啦。咁如果未嘅話咧，可以 WhatsApp 我哋登記嘅，咁有一個好特別嘅優惠俾大家嘅。好，今日就介紹咁多，拜拜。